民进党的党主席郭文哲落伫中岛已经交保登去处理了。郭文哲面对媒体时后甜，感谢各界的支持，助伊渡过难关哦。伊讲伊嘛是相信家己，毋是会贪污、独立违法的人。也毋过拄到这个风风雨雨哦，人生嘛是需要检讨。首先还是要谢谢这段时间有很多人给我加油，不好意思，给我加油打气哦，安慰甚至帮忙，因为我在里面哦，在这个最沮丧的时候还是有人看到会偷偷喊阿伯加油。人活在世界上，不可能每一天都是顺利的嘛，有时候还是会遇到困境。那有时候要感谢上苍给我这个机会，可以反省一下自己的人生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相信我自己不是那种什么图利啦、贪污啦、会违法的人啊，但是会遇到这种风风雨雨，你知道吗？表示我们人生还是有地方要检讨。我们相信用正面的力量让台湾变得更好，那就大家继续努力，谢谢。好。